要健康，要修性，性命之功呢，性命双修，先受名师指点，修性，然后来，还有搭天桥，蛇搭天桥吞口水，火就是蛇上水，所以说这个有三丹田，上丹田原来在玄关嘛，中丹田是在那个脾哦，下丹田是在肾哦，所以那个丹田气海哦，然后那个脏腑功能要正常，才不会老年哦，就肾脏那个肺部啦，还有什么胃啊，它功能弱，造成那个糖尿病啊。还要练啊练，你看你要节欲啊，节欲不要纵欲，你看要节欲逆水、逆性才是先活之道。放纵欲，放纵爱欲了，你看精血漏掉，放纵爱欲了，就是那个恶鬼道，你看下流恶鬼道，沉沦了。你看要修身养性要升华，你看你要坎水逆流，抽坎田里了，它水火既济，应周天啊，应周天，所以你看哦，要节制欲望，控制爱欲，寡欲，你看，然后你看这个叫做仙活道，节制欲望，控制爱欲的。来练身体健康的精气神三宝，正健好，健康好啊，那个才是仙活道。你看，到了那个弥勒祖师的多帅天哦，就已经没有男女欲望了，没有男女爱欲了。在气天哦，还有男女爱欲。到了多帅天，你看号称小极了。你的内院多帅天还有分内院、外院，外院还算气天，还有男女欲望、爱欲。应该说多帅内院，多帅天宫弥勒祖师，多帅天宫的内院还没有男女爱欲。到了弥勒内院就没有男女的爱欲，所以就是要修炼了。修炼要先名师指点。然后来那个蛇搭天桥，蛇搭天桥，吞口水，应周天呢？你看，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息。前面任脉，后面督脉，身体左右半身各有那个六根经络，然后加上前面任脉，后面督脉，总共有14条经络，听人家这样说了哈。然后你看有三焦，上焦管呼吸，中焦管吞咽，下焦管排泄，然后还有三丹田哦。你看，画上丹田是玄关呢，中丹田是脾哦，下丹田是肾嘛。所以你看那个精气神三宝要修炼，要不浪费了。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息。然后那个五脏六腑功能，这个正常了。到了老年才不会什么肾功能肺功能还有那个什么脾功能胃功能肺功能、肾功能的衰弱，会怎么样？三多症糖尿病喝得多那个肺的火，肺火火就是缺少那个津液嘛，生津止渴那个津金属水缺少那个津液嘛，生津止渴那个津，那跟精气神三宝可能都有关，可能是消耗掉，没有补充等等，或者生产不容易没有珍惜，浪费掉，所以蛇搭天桥，生津止渴，有没有听过？蛇上水就是火嘛，生火，活命的火。
然后你看那肺火大，会常容易口渴，也有说，早上醒过来胃很苦，口很苦啊，口很苦是胃火啊，口很苦是胃火吗？口很渴啦，渴啦是肺，心肝脾肺肾那个肺，肺活量那个肺火，火气大。那火气大就是生津止渴那个精力不足啊，所谓精气血不足啊。然后呢，那个胃火大就那个容易饿嘛，吃得多；胃火大喝得多，胃火大容易口渴，喝得多，一下子又喝太多矿泉水，会造成脾湿、脾虚啦。脾湿的话湿气重，会容易湿疹，很痒哎，所以都有很多功能啊，不能破坏平衡，阴阳的调和平衡。中医就主要是阴阳五行，阴阳调和，五脏五行调和生津嘛，要相生不要相克嘛。然后那个肾火大就是容易尿得多了，喝得多尿得多嘛，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哦，不然累积在肾脏，有人会造成那憋尿，会造成尿毒症呢。所以那个脏腑功能要健康啊，就年老的体能衰弱啊，精气神三宝又不足啊。有的气血不足啊，你看这个是要避免漏掉，就是那个要控制爱欲情欲啊。你看你从那个性器官那边漏掉，就是说爱欲情欲造成那个精气神气血浪费掉。所以你看他这里写说那个精血啊漏进血，哇，这个地方就是性器官的地方啊。你看男的有爱欲多的话，那流失的精液就多了，一滴精百滴血呢。而且要产生精液啊，要花很长的时间，有的可能要1个月还是多久？那哪能浪费精力？浪费的精液呢？不是就造成那个补不回来了，补不回来，年老就病苦了。你看都要控制爱欲。男的是精液，女的是肾元气啊，精气神那个气啊，肾的元气啊，所以都是要寡欲的，还要清心寡欲的，所以要修炼，要修行。成分自意啊，要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嘛。你看，所以要练精气神。你看，要名师指点才知道要玄关式的呼吸啊。你看上丹田玄关式的呼吸，然后我们不要有妄念，就只要是降龙伏虎，控制那个龙就是杂念，控制那个虎就是不要有淫欲。不要爱欲念，降龙伏虎，练精气神。前面任脉，后面督脉，身体左右身各有那个六条经络，加上那个前面任脉，后面督脉，你看，任督二脉。所谓练周天，你看打通任督二脉有没有？舌底上颚搭天桥，吞口水，然后打通任督二脉，你看，它这个。你看，它是那个反时针哦，逆时针这样上去的。如果放纵爱欲情欲，精液流失啊，那个肾元气不足啊，那就没有办法通过了，没有办法打通任督二脉了，没有办法那个运周天了。你看，所以要修行就是先活道，逆水行舟啊，控制爱欲啊，你看。那个叫做坎水逆流，坎水逆流，
然后才能够升上来啊。你能练呼吸，舌体上颚深呼吸，然后吞口水，慢慢的会觉得有一股气上来，吞下去一股气上来，上来就是打通任督二脉，上来到那个头顶，哎，然后有什么感觉？那眼睛湿润了，不会干涩啊，眼睛觉得湿润了咯，不会干涩。你看那个用手机看影片啊，看很久了，有的要看那个不该看的，更消耗精气神了。很快就呢，眼睛那个什么干涩了。所以要修炼了。来，要先经过名师指点。很多宫庙妈祖、天上圣母都劝世人要赶快求名师指点，赶快求天道啊！然后你看要研究《道德经》，那就是要性命双修嘛。你看，一方面就是不要有杂念妄念，不要淫逸的念头，就是降龙伏虎，降龙不要有杂念，要精神专一嘛，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嘛，玄关式呼吸嘛，有没有？一心不二念嘛。然后那个控制爱意嘛，寡义嘛，除了是要延续后代，要传宗接代，不然就不要用来玩了。用来玩就会浪费精力嘛，浪费肾元气嘛。老年就是那个容易得到糖尿病，或者是什么射护腺的毛病，那是男人啊，不能放纵爱意啊。然后要精气神三宝要爱惜啊。然后修行就是名师指点，然后知道自心一处啊。不要有杂念，就是降龙；不要有爱意意念，就是伏虎嘛，降龙伏虎，然后达到一心不二乱，一心无二念。做玄关式呼吸嘛，然后舌底上颚搭天桥，深呼吸，然后嘛口水吞下来哦。因为你精气神够的话，你看这个就可以通过这一关了。不然的话，那个好色的啦，爱意比较多的，情欲比较多的到这边就断掉了。肾元气那边不够，就没有办法运周天，没有办法那个水火既济了嘛。你看人家水要上来，你看那个什么神经衰弱的啦，头晕的啦，那个有的说肾元气不够啦，有的说那个叫做什么水火不济啦，那叫做什么？肾水不足了肾水不足了，那个叫什么？肾水不足啦，水火不济啦。然后水就是肾脏，火就是心脏。中医好像叫做心肾不交啦，心呐、肾呐不交嘛，心是火嘛，肾是水嘛。那在易经里面说火水未济嘛，要水火既济才对啊。所以要控制爱欲，然后要修炼，你看，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这个有内经图，可以网络搜寻内经图。然后你看这个控制爱欲，练精气神的，你看，吞口水，舌底上颚吞口水，打通任督二脉，然后你看气就要上来了，这个叫做运周天啊。把那个坎水要逆流嘛，就是要抽坎填离嘛。你看，抽坎的跟肾元气有关，填离就火就是跟心脏有关系，抽坎填离嘛。你看，所以这个是仙佛道啊，修仙佛道啊，修仙啊。你看，练精气神不会下坠，不会下流，不要流失啊，不要下堕，不要沉沦，然后气上来，
哦，你看督脉就是阳脉啊，前面任脉是阴脉，说女的不要露肚子啊，你看，跟生育功能有关嘛，你看，女的不要露肚子哦，不要露肚子啊。你看人家寒带的地区，像日本人，你看女性都还要有腰带，你看女性还有腰带，古代那个将军那个盔甲，你看都有腰带，腰带都很大块很大片的。然后你看后面是督脉是阳脉，然后男的不要露背哦，男的不要露背，就是跟那个督脉阳脉有关系嘛。打通任督二脉，就是要配合没有杂念，没有淫念的，没有爱意的，所以要先经过名师指点，做玄关式呼吸，一心不二念，一心无二念。自心一处嘛，无事不办嘛。练精气神三宝，人生三宝嘛。天的三宝日月星哎，水的三宝水火风啊，人的三宝精气神啊。精先想到肾这边，气要先想到肺这边，神要想到那个心啊，神藏在心啊。精藏在肾嘛，那气藏在肺嘛，所以精气神你看有肾啊，有肺啊，有心啊，所以那如果没有控制爱意哦，你看精气神不足了，气血枯衰了，然后五脏那个心肝脾肺肾功能衰弱，是老年容易消渴症，就是那个糖尿病了。你看中医来说那个消渴症、三多症就是糖尿病。你看，来注意看哦，尿的多就是肾火大，尿的多；喝的多就是气会火大。所谓火大，就是缺少精气神那个精液啊，精就是精华呢。你看，精液啊，生津止渴那个精啊。体液那个精液那个液啊，你看，所以要吞口水呢。口水就是那个舌上水，就是活命那个火，生活那个火，就是左边三点水，右边那个舌头的舌。所以要搭天桥，你看，舌搭天桥，吞口水，配合深呼吸，然后不要有妄念，就是降龙。不要有淫欲的爱欲的念头，不要想入非非，就是就糊了，降龙糊，然后那个，你看那个坎水逆流，就是那个肾元气就要升上来了，这个叫仙活道。如果不知珍惜了，放纵爱欲，流失掉了，射掉了，你的是肾元气会消耗掉。那就是下堕下流，你看身体也不健康，然后也没有什么功德，你看要下堕下对，恶鬼道，所以要修炼逆水行舟嘛，控制爱欲嘛，成分自欲嘛，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嘛，玄关式呼吸。然后你看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息。你看啊。吞了口水以后，那个气血要通，要上来，所以要练水火要记嘛。水就肾水，火是心火。在中医来说健康的话是心肾有相交嘛。如果什么脑神经衰弱了，头晕了，或者是那个忧郁，或者是那个什么睡不着了，那人就是水火。叫心肾不交了，心啊，肾啊不交了，所以要修炼了。你看有的要补心脏的，有的要补肾脏的，元气的，还是要修炼比较重要哦。红色的帮助心脏，黑色的帮助肾脏的，白色的帮助肺脏，黄帮助脾脏，
啊，如果那个五脏、心、肝、脾、胃、肾六腑，哦，你看你有胆呐、肝胆相照，然后有脾胃，然后有肺跟大小肠，然后有三焦，也有肾跟膀胱。你看五脏六腑阴阳要相调和，你就配合那个阴阳五行。中医就是主要要论那个阴阳五行。中医的基本理论就是阴阳五行。五脏属于阴呐、六腑属于阳啊。你看人生中就有阴阳，就有那个六腑跟五脏属于阴，六腑属于阳，人生中就有阴阳。阴阳要调和和谐，五脏六腑才会健康然后来上来，气要上来了。你看前面任脉，后面督脉。你看男生的话后面你看督脉，男的不要露背，养生之道，男的不要露背，女的不要露肚子跟那个生育功能有关系才不会下身虚寒冰冷手脚冰冷你看这个就是养生之道然后来你看那个上面那个头后面那个凹扣的，你看那癔症。然后你看上面什么生阳虎九峰山，可能要看道教的典籍丹经内经，黄帝内经，这叫内经图是不是可以搜寻一下，参考黄帝内经对那个身体健康也很有帮助。有一些历史名人长寿的，像那个宋美龄张学良都是学那个《黄帝内经》就是注意养生之道你看长寿100多岁，张学良好像100岁，宋美龄好像106岁还是多少岁？张学良的女儿也是任瑞好像100多岁了，都是要学《黄帝内经》一粒粟中藏世界，一沙一世界。你看这个叫一粒粟中藏世界。芥子藏须弥有没有听过？不过他这里说一粒粟中藏世界。泥丸宫一般没有名师指点的，如果能够修炼到那个气灵魂从泥丸宫出去的话，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啦，可能可以做天神了。但是天神还在气天里面，3天是理天、气天、象天。人世间有形有相呢是象天。你看人的肉身就来自象天，有形有相的父母生我们的肉身，然后天生地养，吃地上的东西，吸天界的气，然后才有生命延续。然后你看那个理天就是我们的灵性，灵魂灵性是纯净的，灵魂就是有那个带业力的，身口意3业的业力，所以要修炼才能够净化，然后才能够返回先天那怎么修炼？要先经过名师指点，才能够做玄关式呼吸玄关式的呼吸，然后你看，控制杂念意念，然后让精气神3宝能够足够的，你看，打通任督二脉，你看。将来能够灵性为顾家乡所以要名师指点很多宫庙妈祖就是天上圣母都劝人家赶快求天道了，早有天命的名师指点玄关要有名师指点才有办法开一般人知道在哪里开也没有用，没有那个天命，没有那个功力玄关像那无缝锁没有缝隙的锁无缝塔、无缝锁要名师才有功力把它打开
真正的是济公活佛，天命名师，然后转世为第18代道统名师，或东方后64代道统名师里面东方后第18代名师啊，师尊师母统领天命啊，师尊张天然恩师，师母孙慧敏师母。民国好像19年呢，还是哪一年，在山东的那个一个地方啊，佛堂统领天命啊，八卦炉中统领天命啊，就是白羊二祖哦，白羊初祖应该是弥勒祖师第17代祖，弥勒祖师就是弥勒古佛转世做路中一祖师第17代祖。然后第18代祖就是有师尊师母统领天命，所以到那个白羊二祖而已哦，什么三祖的那个就不是哦，那个就是自己称师做主的哦，要小心哦。36甲工厂72甲祖师啊，那个就是要小心，不要被破坏了啊，要守住金线啊，不乱系统。赶快要找名师指点，有哪些宫庙的妈祖都劝人家赶快求天道了。白沙屯拱天宫妈祖了，白沙屯妈祖出血的时候有所谓的神教叫做粉红色超跑都去关心那个医院的病苦的人，帮助病苦的人，你看很有名了。拱天宫妈祖。就是白沙屯妈祖，先绕境，然后后来大甲妈祖绕境，然后你看北港妈祖绕境活动，虎城也有妈祖绕境活动啊，虎城还有北港妈祖一起绕境活动的，有那个北港朝天宫妈祖，民国72年在那个台北观音山天理宫济公庙，现在是新北市五股区天理市，天地的天啊，甲乙丙丁的乙啊，宫好像改叫做寺庙的寺啊，天理市。网络搜寻可以看到济公活佛的像，然后在那边的湖峦呢有圣训，那个人家有印出来，网络上可以找看。然后来76年说大甲妈祖也有圣训，76年，民国76年，大甲妈祖也有圣训，劝世人赶快求天道。这是今天2024年5月1号，看那个脸书通知知道的哦。然后来中村，彰化大村啊，不是中啊，彰化大小的大村叫慈圣宫，慈母那慈，圣人的圣，慈圣宫妈祖也是劝人要赶快求道。你看北港妈祖啦，大甲妈祖啦，中村慈圣宫的妈祖不是中怎么老是讲中是大村大中小的大村慈圣宫在彰化，可以搜寻大村慈圣宫，人得意为大大学中庸那个大村庄的村，慈圣宫妈祖也是劝人要赶快求道。那个网络上看到那个图片是黄的纸印出来的。然后你看还有那个竹山莲心宫，新竹那个竹山连长的连，新国高中的新，莲心宫，梁师兴国那个兴竹山莲心宫妈祖的圣训，那个好像民国70年代就有看到印出来了，就有在流传。然后就是那个今年的白沙屯
拱天宫妈祖、白沙屯妈祖，就是今年有圣信欠世人要赶快求天道。另外还有什么东港13妈祖还是什么？网络搜寻东港13妈祖还是什么？网络搜寻啊，七天仙呢有求道，然后有结缘实录在网络在脸书上有人分享。七天仙求道实录，里面有妈祖就劝人要赶快求道。另外还有那个妈祖啊哈，但是那个是北港朝天宫的代理神哦，妈祖他是代理神，叫庄义之，庄义金义那个义之哦，那个是灵芝那个芝哦，他也是有求道，也是劝人要赶快求道。妈祖是林默娘，然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资料，所以做妈祖的很多女性哦，修神，或者是很孝顺，或者是很有节操，很有爱心，或死后做神的呢，做妈祖，那叫做妈祖代理神呢。然后有一个叫林善良还是好像是。林默娘那个默，但是他那个字是好像善男信女那个善的，可以网络搜寻。也是做妈祖，也是有圣信的劝人要求道。这样的讲到好多地方公庙的妈祖都劝世人要赶快求道了啊。